各位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台湾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伫昨昏正式挂牌成立。这嘛是2003年，伫斯洛伐克了后，让18冬，咱台湾搁一摆伫欧洲设代表处，嘛是欧洲头一个以台湾这个名设的外馆。头一任驻立陶宛的代表是现任驻拉脱维亚的代表黄君尧。咱国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1月18正式挂牌成立，开启台立关系交流合作。首任驻立陶宛代表将会由现任驻拉脱维亚代表黄君尧出任。外交部表示，台立双方未来会继续伫咧共享的核心价值，全力促进双方人民的友谊。台湾跟立陶宛在半导体、雷射、金融科技等各项的产业领域都有庞大的合作潜力。台立双方签署了6项的合作备忘录，也共同批划了未来双方密切合作的蓝图，共同奠定友好坚实的合作基础。未来我们也会在持续在共享的核心价值上来致力促进双方人民的友谊。现任驻拉脱维亚代表黄君尧将做第一任驻立陶宛代表。伊对未来的工作有设定目标，会全力去做。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推动台湾跟立陶宛在经贸、文化、科技等等各个面向的合作关系。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对咱国有重大意涵，这是欧洲国家内面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也是伫2003年斯洛伐克了，咱国搁再伫欧洲设代表处。这6项 MOU， 大部分都是有关于科技跟金融等等相关的合作，所以我想我会将来会以这6项 MOU 为基础来推动台湾与立陶宛的实质关系的发展。国发会主委龚明鑫顶个月带跨部会到中东欧进行经贸考察，最后一站就是立陶宛。双方迄当阵有签6项 MOU 合作备忘录。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自即马开始，会负责立陶宛全境，包括领事等事务，也会甲驻拉脱维亚代表处共同推动甲波罗的海3国的实质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中科院昨暗伫屏东的救片基地，也有台东的成功的海基啊发射飞弹，现场的民众伫遐看，感觉真壮观、真震撼。你第一次看到这种火箭发射吗？对啊，很酷。看到这边很多人，然后专程就留下来，知道这边有那个飞弹发射，哦，超震撼，漂亮，第一次看到。根据渔业署的公告，中科院打算伫11月份会较接发射飞弹，而且逐礼拜拢有，会一直到12月初3，嘛有公告危险的区域。另外，飞弹的关度对25000尺以下较无限制关度。若根据军方的资料，对11月初1个单，中国嘅护卫舰、飞弹驱逐舰，还有情报船，即将伫华东的外海已经出现过10座。来关心伫家己的空军基地，昨昏是举办 F-16V 战机接装典礼。总统蔡英文有亲身到位，总统是表示，即摆军备提升是台美之间咱友情稳定，也有咱的航太科技提升的证明。恭请总统向斗志昂扬的空军健儿挥手致意。12台 F-16V 战机以空中分列式的方式4台一组飞过典礼现场。落尾以单机的方式伫梯顶抛练斗，表现多倍的飞行方式等等，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就是咧展现强大的性能。不管是滑行或是落地方面的话，就是会更稳定。那在远距离的对空作战部分，因为雷达也有改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更远的看到敌人。逆中途程方面的部分的话，也会让敌人更难锁定我们，那也会争取我们的战术纵深。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教阅 F-16V 地面部队甲机上的装备，嘛颁布犒赏金感谢国军。去年永鹰首飞 F-16维修中心揭牌，再到今天的升级、叠装，都代表我们航太科技不断的提升。
这摆 F-16V 性能提升案是由咱台美之间来合作完成，这是展现咱台美之间的友情稳定。另外，国军守护台湾辛苦，总统蔡英文嘛对国军抑个因厝内的人表达感谢。记者国军谢国林家己报道。了解新总统府港务要搬所在，这个议题即马又搁开始咧讨论。有立委是建议讲，台北嘅都市机能已经紧绷啊，是建议总统府刷去高雄。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总统府港务要刷，除了有政治意义，另外嘛应该爱有长期嘅规划。维武营是高雄重要的艺术文化中心，风景水，4块回北地看。民进党立委建议总统府南迁到这，也会当好名艺术森林总统府。长期我们台湾的政经发展都集中在北部，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怎么样让台湾平衡。我想您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慎重参考。柯志嘅认为，总统府南迁会当平衡国土发展、消除东北倾南的问题。也毋过，其实你看17年总统府向当时担任高雄市长陈桥借用空间，伫高雄设过南部办公室，位置选伫凤山行政中心3楼。当时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启用仪式。伊伫讲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总统府南办将之借用。即马这个议题各方提起，现任市长陈其迈无明确表态，只讲需要登记规划。总统府要不要南迁？这个除了说有政治的意涵，当然也是一个必须有长远的一个规划啊，这样来对整个首都资源的一个配置。学者分析，各国首都选举考虑的是历史意义甲地理位置，若要迁都，也是因为天灾等明显不利因素，也是军事考量。那台湾北高差异问题无伫首都位置，而是产业布局。总统府下来，并不会造成大企业跟着总统府下来，就好像新竹科学园区有这么多科技产业，它也在新竹啊，也没有都围绕在台北啊。立委推荐总统府迁到维武营，除了兼顾国土平衡发展，也相当技术亲民。总统府对立委提议表示会心参考，也毋过迁都设计战并快，恐惊无遮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大台北甲东北部会落雨，中南部是侪云较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雨水主要是会落伫大台北甲东北部，有的所在雨会较大阵。今仔日高温大约是23度至24度，早暗的温度会较低。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16度8。明仔载拜六，日时温度会回升，中南部高温有30度，若北部雨嘛较淡，温度嘛回升。大家当把握明仔载甲后日这2天的好天气，因为后礼拜一开始锋面到位，加上冷空气入南，愈晚会愈寒。后礼拜一的半暝啊，到后礼拜日透早上低温，敢若11度至12度尔，乡亲爱穿好少。2009年莫拉克洪台过后，高雄的水利局去年有去桃园、宝来、茂林这所在去做天然温泉调查，有找到13大的天然温泉，也毋过伫桃园区有3位天然温泉已经互土刷砍去啊。高雄六股本土温泉这间饭店，看山浸温泉享受分多金，也有一间以茶建做主题温泉山庄，准讲平常时来大房率也挖进5成。业者讲，民霸考虑桥重派去了后，经过将近4个月，最近生意明显有较好。知影市政府水利局公告，本土温泉已经找到天然温泉头，真欢喜，因为唔免阁烦恼民众疑虑。让客人知道我们的温泉是真正的源头下来的温泉，不然客人都会有质疑。让他真正知道说我们政府有做那个温泉源头。高雄关山区桃园少年溪宝来一家茂林的岛仔，真侪为温泉源头，因为莫拉克洪台引起。市政府水利局去年6月重新启动温泉源头的调查，伫桃园、茂林、六股3区，拢总发现13位天然温泉头，分别是复兴温泉、玉水温泉、石坑、七坑、本土温泉。水利局伫温泉头维设保护区附近，会当申请温泉水权，也会当投资开发，啊，不过离至少爱10公尺远。这种的规划也有业者烦恼，讲离伤远，引水成本伤高。你可能要看路途遥不遥远吧？对啊，你如果路途很遥远的话，我去那边饮水也没什么意义啊。水利局表示，若是业者有这个需要，我来协助因申请水权，进行当地产业观光，希望水源头会当延续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第一头报。
钱又搁要补起啊！这是台湾的麦当劳宣布，12月24开始有29项产品拢要起价，上济会起到2成，是咱国内连锁的速食业头一个起价的。今年10月份以来，大型的餐饮业者随个拢来起，永天集团还有100亿、汉来美食、鼎泰丰拢已经起价啊！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表示，物价小组会继续斟酌物价。若天然气还有家庭用一规桶的瓦斯，目前是无要起。法务部有设通报专线，要阻挡物价起。行政院是强调讲，控制物价的措施一直拢有随时咧检讨。来关心中国时报，去年台中有中医诊所违法伫汉药内底套盐，造成患者盐中毒。46个受害者当中，有一个张小姐伫这个月初死亡。受害者也阁有死者的家属昨天召开记者会，希望公部门会当介入替因讨公道。国际上要紧，查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正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1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506例。中国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8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972万例，法国是超过743万例。欧洲疫情各严悬，俄罗斯18国一日新增加1251个人死亡，若新的确定病例数嘛直头创下新高。另外，伫德国的确定病例数嘛直头创下新高，因为因注预防剂的注射率伤低。欧洲即马有真侪国家为着要避免耶诞节爱封锁，所以嘛直头咧加严防疫措施，而且对象拢是无注过预防剂的人。德国慕尼黑这座圣诞市集的业者，甲拄只布置好势会议拆掉，因为确诊数欠悬，当局连续第2年取消活动。Wir müssen abbauen und wir haben die ganzen Kosten ja zu tragen. Wissen Sie, ob das der Elektriker ist, ja, ob das die Werbung ist und so weiter und so fort. Wir haben die Kosten zu tragen, bezahlt uns keiner. 德国18通报过去24点前久，新增加确诊超过65371例，比前一天增加12545例。过去一礼拜发生率每10万人336.9例，前一礼拜是249.1例。德国做过2剂预防剂的比率67%，有33%的人无保护力。要做后届政府的社民党、绿党甲自民党，伫联邦议院通过更加严厉防疫新限制，要求民众爱挂水烟，坐大众运输工具。注射证明，或者是体检阴性的证明，相关法案则到要交予联邦参议院批准。伫俄罗斯这位病人面床边打一张纸条，顶头写“妈妈，阮真爱你，等你转来，你真勇”。俄罗斯18通报一天新增加死亡1251例，再测试1247例，连续2天创新高。过去几礼拜确诊死亡一直增加，总医社业者真无行，因为民众无信任家己国家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做过2剂的无到40%。政府叫民众赶紧做，因为新的限制措施明年开始，做过2剂或者是确诊恢复的人才当出入公共场所，坐国内外的大众运输。伫法国巴黎有几多百人伫咧奥地利大使馆示威抗议，伫奥地利对无做预防剂的人实施禁足令正不满。Là, je pense qu'on va au fond de l'horreur dans ce qui est proposé, au fond de la discrimination. Et évidemment, c'est aussi la peur que ça arrive en France. 欧洲真侪国家面临着新一波疫情，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拢已经对无做过预防剂的人实施防疫限制，因为就惊讲佫发生像去年圣诞节封锁的情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东京都地书小池百合子3礼拜拢无出现啊，传出伊因为破病被辞职，严格官方背回讲，伊12月21就会登去上班。来关心澳洲上新的研究，要阻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摊开，挂喙암上有效，会当降低53%的胃病比率。若注意防下，嘛是有效的做法。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证实讲，因当咧考虑要用外交手段来抵制北京的冬季奥运。美国官员无要参加开幕，被反制中国侵害人权。
来看第29届无国界记者自由奖，昨昏公布得奖名单。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典，伊因为报道武汉发生疫情的现场，再互中国政府抓起来，爱关4档，所以张典嘛摕到勇气奖。把手机关了。我叫你把手机关了，你不信我就给你发火了。我不允许你录，你再录我就给你咋了？看到有人咧录影。穿蓝色灰衫的国防人员是真无客气。伫摄影的人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典，伊伫去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时阵，甲当地第一手观察到的情形公开予大家知影。这次疫情对人权的极大的迫害，以至于说很多人咬咬牙也要做一个检测来证明自己是健康的。面对威胁甲阻挡，勇敢捍卫采访权，可以摕到2021无国界新闻自由奖的勇气奖。无国界记者组织18公开新闻自由奖得奖的名单，摕到独立奖的是巴勒斯坦的记者哈辛娜，伊去以色列禁止离境2年，行动受到限制，不过也是持续伫报道，展现分析的态度甲坚持的意志。也若影响到这个奖，是颁予飞马计划11国80多个记者组成下国的调查团体，查到11国的政府利用间接软体飞马监视免200个记者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则会关心交通部长王国材，顶日有参加活动的时，有对外表示，未来环岛可能1点钟就会使，这是引起议论。王国材伫昨昏是不会讲，伊敢若是记一个例尔，伊是强调讲，意思是科技的进步，未来有真侪可能性。啊，那立委是要求伊宜兰高铁的宜兰站爱大型处理。交通部表示，政府有提出第5方案，啊，那这第5方案是目前上有共识的方案。位伫宜兰县议会正对面的这片土地，当地有几间民家厝，都是宜兰高铁延伸方案的第5案有定地，都伫县政中心南方350公尺。交通部拜3到地方开座谈会了后认为，这个案伫地方共识悬。那最近地方意见收集顺利确定，就会进入环评阶段。这个案如果在站址确定后，它就进入环评的阶段了。所以它真的定案会在环评确定以后才是会真正的定案。高铁宜兰站址也未确定，也毋过交通部长王国材拜3出席交通部科技汇报，讲到美国当咧发展无空气阻力的高速公道列车，时速超过1000公里。预计的台湾铁路用高速公道列车宽度只要1点钟，呼应伊过去高铁宽度毋是梦的讲法，互立委支持伊是咧画大饼。高铁环岛1小时不是梦，那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画大饼？这完全误解，不是说要放到我们高铁，那我们只是讲说科技未来是。有无穷的一个可能并没有说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网络里面。其实，伫去年11月，美国运输技术公司威登就伫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沙漠进行超回路列车的头一摆载人试验，列车时速上悬会当达到1080公里，相当上用飞行机的2倍速度，加高铁的4倍速度。开发商宣布，回路列车有机会伫2030年上路营运。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随着科技进步，有无限的可能，也毋过宽度1点钟只是机例，并毋是交通部目前伫高铁的布局。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峨眉乡的卫生所，顶个月有发生一个护理师，甲囡仔注着过期的预防射。啊，那去年3月时，这个护理师嘛捌讲预防射注射是母毋对，啊，毋过即马伊共款会当升级，即马是引起议论。新竹峨眉乡卫生局顶个月有护理师帮囡仔注着过期的流感预防射，机关追查发现，其实这名护理人员去年捌出过相像的差错。啊，不过这名护理人员竟然佫会使升级。109年3月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一个4合1的疫苗，只能打在5岁小孩身上的这个疫苗，他就打在2岁8个月的小孩身上。然后110年又打错4个疫苗的时候，你还可以让他升上正式的护理长。那我想这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卫生局提出解释，10月14疫苗注唔到的前2天，升级的派令就已经落来啊，所以唔是后来才升级。所以来开会讨论这名人员的资格，搁在做评估。发生这个误打流感疫苗时候，那我们也立即召开考纪会给予护理长记过1次。那有关护理长是否适任现职护理长一职那我们会召开相关会议邀请主管及卫生所主任
针对这个案子来做个通盘的检讨。过期疫苗目前阁无造成什么伤害，不过卫生局嘛表示会继续厘清发生衰失的原因，嘛针对相关人员追究相关责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第一个消息来关心，国信交流道因为桥墩的悬度超过55公尺，虽然岛县政府3年前就开始逐年用68万的租金，甲高公局租桥下边的空间，而且嘛开3000多万，甲这个所在打造一个公园，毋过甲打这公园拢无开放，嘛互外界质疑讲，敢是说来期望。国道6号国信交流道桥山分天捌互网络评选是公路背景头名，南投县政府开3216万，伫桥骹打造热点园区，但讲3年到即嘛还未开放，引起议论。这里的风景也蛮不错，对。那你希望它赶快开放了？可以的话，可以尽快。上好是开幕啦，开幕阮在地毋正有迄个有啊，迄个。游乐设施还是弄啥诶？国信交流道有69支桥墩天条的，桥墩的悬度平均55公尺，再加上入口设计形正水，所以有桥山分天这个称呼。南投县政府以每年68万租金，甲高速公路局承租桥骹的空间，打造9公顷的热点园区。园区的设计规划为装置艺术到生态实在，拢爱送去高速公路局审议，时间也捌中断，一直到去年中才稳定动工。福区村长是认为，疫情转好，看各地拢出现报复性旅游，当地人拢盼望园区会当早一日开放。报复性旅游，要是现在开放的话，应该会很多人会来参观旅游这样，因为还没开放，就有很多民众在打听。原本在园区的步道里面去。也都是无障碍，但是厕所的部分因为没有去设计到无障碍设施，那高公局建议我们这个部分也应该要考量到无障碍设施，就是朝友善的方式去建构。南投县政府指出，已经甲高速公路局申请执照，园区的厕所当地补做无障碍设施，整体工程约近完工，一定上紧明年1月就会当甲民众见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茶山西海岸有山壁，嘛有大石，因过去长期才有军事管制，所以一直保持资本的面貌。即开放嘛，请真侪游客去行打，结果有人无公德心，为了要报路、要记录，选伫石头顶喷漆，环保团体批评真无水准。茶山西海岸拄啊好是山海的交界，美丽海岸吸引真侪游客来爬山，但斟酌看山发现有一寡石头顶悬红喷红漆指引方向，而且是规个海岸拢有，互环保团体质疑是破坏风景。早期大部分都是绑丝带啦，绑丝带我也不建议绑丝带啦。啊，还有早期的就是带像在钟乳石洞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喷漆啊，喷一点点而已啊，没有像这一次那么严重啊。适度的一些对方向的指引是还好，因为它也不是很大。实际来到现场，风叫做茶山阿人伊的秘境，海岸一边是山壁，一边就是大海，眼前就一条直线的路线，无岔路，并无喷漆指引方向的必要。而且安尼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会使处3000块的罚款。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表示会加强巡查。喷漆本身这个如果只用清水清洗也不容易去除那如果用其他的化学药剂的话，很可能会造成这个整个岩石的另外一种破坏管理处当地想办法处理喷漆，不过其实这条路线因为地形主要是老高少，常常有石头落落来，而且悬崖差真大，有一定的风险。巡山义工嘛建议游客上好还是行有步道的所在就好，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乡亲食过番麦，敢真正认捌番麦？草屯农会甲台中甲南投的学校有合作，是带学生囡仔去番麦田种番麦，佮亲身来料理，对产地到本岛用实做的方式来教囡仔食农教育。有人要吃吗？来，有人要尝试吃啊？说不出来的感觉。应该要煮过，你觉得煮过比较好吃？对，比较好吃。番麦是真重要也真普遍的作物。不管是甜番麦还是自比番麦，拢真好食。不过，若讲到番麦要安怎种、安怎焖，会当做什么料理呢？就要请专家来指导。即阵草屯农会甲台中、南投的学校合作，安排学生到田里亲身甲农民学习，体验种番麦。哎，推太快，慢一点。
让他们体验这个务农的辛苦哈，可以让小朋友哈从他们的生长栽培过程的生长期的不同，然后呢他们的整个的样态，食农的这个部分哈，可以做一个扎根教育。为着要让学生知影咱的食材是安怎为产地送到咱面头前，学校透过这场食农教育的课程，带学生来到农地，了解食物的来源，也亲身制作料理，希望学生会当入定小咱的每一顿。那我们呢，再由产地当中摘到的一个玉米，拿到我们厨房，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玉米的披萨，还有把它做成玉米的蛋糕、汤沙拉，还有我们的甜品，最后用玉米来泡的茶。学生会当为课本学到知识，不过生活当中也是有真侪无同款的经验，就爱实际去体会。学校也希望透过这摆参访，用更较多元的方式来推广食农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伫新闻不时拢会报人甲狗佮发生冲突，但人甲狗敢真是无法度和平共处。伫高雄茶山，就有一群人是带民众去认捌狗，去找找咱人甲狗会当好好斗阵、互相相让的方法。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明仔载暗7点半，甲乡亲咱做伙来看这群人安怎做。高雄茶山是台湾狗的生态队，từ茶山山脚的中山大学也捌传出人类甲狗山啊起冲突的新闻，为着让学生了解台湾狗，进一步甲因和平相处。对2014年开始，林美吟推动台湾狗生态导览，来平衡学生甲狗山啊的生活模式。狗伊本来就伫即个所在，你学生无可能走，狗嘛无可能走，你不如学会晓甲伊安怎相处。你适当你就走啊，毋过狗爱伫遮一世人。因为之前有上过一些课嘛，那些猴子被伤害的那个画面，其实会燃起心中那种保育的那种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其实真的需要我们去特别的关照，去保护这样的一个生态系。为了将共存的理念推广出去，2019年林美吟成立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并且优先台湾狗推广，透过无共媒介、各种管道行出共温站，传达台湾狗的科学普及知识。因其实拢无啥了解这个物件，所以因听到的时候嘛想讲，哦，这台湾狗竟然阁有协会哦，竟然阁有咧教人讲，就爬山就爬山，哪有啥物阁好，啥物好导览的，因就感觉讲介趣味。经过这几档的拍拼，政府机构、学校单位也开始正视人狗冲突的问题，也开始有认同理念的青年幼稚投入野生动物和平共存推广工具。这条路虽然行了艰苦，林美吟坚信，敢若有透过正确知识的建立，互相尊重甲包容，和平共存，永续生态，才有真正实现的迄一天。记者吴定宇、黄文良高雄报道。镜头来台中有一个美国来的英语老师叫海博，伊今年才到78岁啊，伊伫咱台湾教英语嘛要50档啊，伊捌伫咱台湾摕过侪教育奖，对咱台湾英语教育真有贡献。因为受咱国家的肯定，最近是摕到咱台湾的国籍。来看海博老师的故事。接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美国籍的海碧老师是满面春风。78岁的海碧，自1975年开始来到台湾教英文，已经46档。在教育方面的特殊功分，让伊今年受到来进步的肯定，核准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我就是很高兴，那么多朋友来，也是帮我庆祝这个很重要的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的人了。海碧自1988年进入台中的静宜大学做教师，除了为华人编写英语文化的参考册，佮创作囡仔歌。海碧自身推动台湾的英语教育，嘛，互伊得到私校教师上高级的奖项——丰德奖，亦佮有史怀特教师奖等等。所以，虽然大多数的外籍人士拢是透过宗教身份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伊算是有法度透过教育贡献成功来规划。他除了在大学做我们的英文教育之外，他更关心的是一些弱势的孩子，怎么样来完整的受到英语教育。他希望他的整个未来规划为我们中华民国国籍之后，更能够为这块土地
贡献他的力量。另外，海碧嘛真介意台湾的文化，尤其是外台歌戏。伊讲歌戏是台湾真难得的文化资产，甚至佮写过相关的研究论文。即马海碧成做这块土地成员之一，伊嘛希望会当继续来为台湾的教育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台北市政府进行在受理旧潭美国小，要甲摕这个所在做社福园区。即马除了有回应你的幼稚园以外，又搁开放要服务时段。即马有老大人的创新活力中心，提供空间，让时段甲社区会当交流。现在用椅子的，好像要坐，又回来。教练指导老大人安怎保健运动，这是台北市社会局最近开放的经发服务新创活力中心内底一间教室。现在是不运动就是在走退步嘛，教练也不错啊，他就提供一些尝试给我。你可能会觉得肌肉有点酸酸的，但不应该感觉关节痛。有健身房、有社区厨房、手作教室等等，60岁以上的长者通伫遮交流学物件。这个间距可以吗？可以。市府利用来学旧潭美国小的场地，自107年开始整备，除了1楼的非营利幼儿园，甲3楼的经发中心，其他营地空间冇规划。未来还会有托婴中心和老人的日照中心，所以在这个园区里就是一个老幼共融，社区的不同年龄层的这个族群共同生活、共同接受服务的概念。社会局表示，东区社福分区的经发服务创新活力中心是市内头一个试办的所在，结合较多元的课程，让身体各勇健的时段有所在行动。未来会搁看成效，继续推动持有营运空间的转型。记者陈雅文调水台北报道。嘉义县普通时一般拢是爱等到冬季迄块的迄阵啊，才有咧乌鱼通好掠。毋过伫昨下晡，家己的布袋外海已经有渔民掠着乌鱼啊，而且一捆头就掠着4000尾。乌鱼捕到底乌鱼子4个大包。几个渔民无用咧处理网仔顶面的乌鱼，乌鱼的数量侪甲吸引真侪人来现场看。渔民讲，即个掠着野生乌鱼可能有4000尾。估计营业120万左右。你怎掠着的？布袋外海只尔。哦，啊，当时出海去。会知啊，会知啊。哦。这乌鱼子一瓶差不多有6两至半斤。啊，这差有几尾啊？差不多4000尾吧。家己区渔会表示，一般掠乌鱼的时间，大部分拢是伫冬季附近。即个有渔民提早掠着遮侪乌鱼，毋但鱼仔大只，乌鱼子嘛真水，真正是真罕见。一般咱的海乌鱼吼，可能爱过半个月1个月才会出来啊。我今仔处理透早处理讲钓着，搁叫再袂转来叫遮阵来去斗载啊。我因阵来讲是算头批啊。感谢遮的兄弟啦，遮的兄弟啊斗骹手，啊若无，干那阮某囝也无才钓。当地渔民讲，伫6、7年前的时阵，捌有人掠过1000多尾，即摆也未到乌鱼的时间，就掠到遮济，真正是有够好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长期咧推广台语文的杂志《台文通信网报》，今年满30岁啊。现任的总编辑陈鸿辉是表示，因后续的目标是要把网报电子化，拍入少年族群。当年盐埕埔是全台的高雄市上闹热的所在。暗时7点外，读册会成员轮流读台文通信网报的内容。安尼读册会虽然因为疫情人数减超过一半，不过对20岁到50岁成员拢有，而且已经举行19年qua。一路对台文通信行30年的始终读者，肯定这长期以来的台语文书写推广。语言啊，文理这个主体性，会踮喺咱心内有一个定位出来啊。最主要，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一个讲，咱台湾人会使用家己的语言写作文理、写作文章，家己来读，
这是真重要。掀开这篇1991年在洛杉矶创刊的台湾通信创刊号，当时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李良光先生写着对普及台湾的愿望，希望台语文会当像火种，记录咱身躯边大细项代志。台湾通信对海外同乡会创的刊本，到台湾通信甲台湾网报，含即阵咱看到的台湾通信网报，对语言保存、民主人权、性别平等等等的议题，拢有写着。台语写甲华语写有啥物无共？有愈来愈侪少年朋友来理解。然后我想十字就是希望讲会当对时代行，就是讲时代，即摆这个时代，即摆这个社会有啥物款的议题？当然，我嘛是需要来转换，就是讲数位化电子化，互大家接触甲认捌咱的即个语言文化。民间已经做遮多啊，我感觉政府的责任伫咧遮，就是你爱肯搁较侪资源，搁来请你尊重台语文的专业，互因较好的台语。希望有一天台语文会当正经就是自然甲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语言、其他的科目来竞争。我即马拢干那是咧拍摄即个台语文即个运动者因的热情。柯惠如表示，虽然国内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不过政府伫咧落实台语文标准化，和分配母语发展相关的资源，母语要是无通和英语甲华语比拼。伊希望政府着爱系统性规划执行，卖互母语发展正做口号。记者民进何凯、曾海文台北报道。镜头来一年的增加，囡仔捌字的比率较低，为着要鼓励囡仔阅读。提高捌字的比率，一年有一个图书馆的员工，伊逐礼拜拢会骑三轮车，载满的册去庄卡所在，是鼓励囡仔用口来本数，甲伊换册去看。伫印尼爪哇岛的图书馆管理员拉丹，家属整理好势，踩伫咧三轮车顶，准备要骑去偏远的村庄，开始伊一礼拜一抓的本数图书馆日，叫囡仔摕本数来照做。2016 dengan kita dimodali motor roda 3 dari Dinas Lingkungan Hidup Kabupaten Purbalingga dan buku-buku dari Dinas Perpustakaan Daerah Kabupaten Purbalingga serta Provinsi Jawa Tengah dan Perpustakaan Nasional, kita mencoba mengkolaborasikan, menjalankan kedua-duanya dalam satu kegiatan. 为着要提悬印尼偏乡囡仔捌字的比率，老丹伫咧过去5年，逐礼拜拢会经一工骑三轮车载资到农村。互囡仔摕因收集的塑胶本数来甲伊照资转去看，互囡仔爱看书，较莫耍网络，也兼顾环保教育。Kita lihat-lihat lingkungan kita kalau banyak sampahnya kotor, jadinya nggak sehat itu. Makanya cari sampah buat meminjam buku. Terjebak pada game online dan sebagainya. Ya kami sifatnya memang ya mengingatkan karena 世界银行统计，印尼15岁以上的学生捌字的比率有96%，不过今年9月份的数字，新冠疫情发生了，这其中的80%的人因为学校停课，造成阅读的顺序度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上计标准较低，也看出疫情对学生教育造成的影响。老丹的行动三轮车图书馆虽然无法度大幅度改善教育的问题。不过，至少已经伫咧囡仔的心中有启发的作用。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译。南韩最近伫首尔的金浦机场头摆公开试飞空中客运车，拍算4年后2025年要正式营运。未来伫南韩的仁川机场有这款空中客运车。南韩的无人机运输有进一步的发展。韩国国土交通部在1月中伫咧首尔金浦国际机场第一遍公开试飞空中客运车模型机。It's very different than flying helicopter or aircraft. It's something new and it's very exciting for me to be part of thi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aviation. 试飞这2台空中客运车是德国 Volocopter 制作的双人座飞行机，起降的方式甲直升机正同，而且免人驾驶。飞行员伫50公尺以下高度飞了3公里，并且确定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适用空中客运车。 대규모 실증 사업을 준비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24년까지 실증 사업을 하고 25년에 실제로 수도권에서 실증 노선을 1개 정도 지금 출범시킬 계획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空中客运车若开始飞，首尔到仁川国际机场的时间会变紧。
原本39、50公里，坐车要点外钟，在空中格林车只要20分钟。也若计算，自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市中心11万韩元，大票2600。到2035年市场较成熟的时阵，计算会降到一抓2万韩元，换算大票是500块。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来关心环境，这是印尼东南部的岛上有一款科莫多龙，是目前咱世界上体型上介大只的四脚大丁。伫地球顶头，伊已经活超过100万年啊！也毋过受气候暖化、海平面加悬的影响，未来有一寡岛可能会洪水引起。未来45年内，因的休困地卖减3成。即马科学家是正烦恼因的财政，正在推动保育计划。这两只港的科莫多龙为着要抢交配伴伫咧相拍，这是印尼东部大城泗水的动物园，当地正伫咧进行科莫多龙保育计划，已经培育出140多只科莫多龙，也有40多粒卵伫咧孵。Yang pertama faktor suhu, yang kedua adalah perkawinan tadi saya sebutkan, yang ketiga adalah kecocokan antara。科莫多龙是世界上上大的四脚蛇，会当大到2-3公尺长，那野生成年的差不多有70公斤重。科莫多龙是食肉的，喙齿有毒，鼻仔正大，1500公尺远的美容皮的条，主要住伫印尼东南边5个岛。虽然看起来正歹，也不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警告讲，全世界暖化、海平面上升。在未来45年内，科莫多龙的栖地会减少3成，所以已经把科莫多龙列入红色濒危名单。Harapan ada perhatianlah, jangan sampai satwa yang hampir punah itu akhirnya punah, tidak bisa dikembangkan, akhirnya nanti dari anak dan cucu kita nanti。泗水动物园目前培育科莫多龙的计划成果袂歹，保育人员按算伫咧因大只了，甲因放转去原本的岛屿栖地，但是也希望大家当重视气候变迁的精神，努力改善环境，莫互科莫多龙无处通转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北部、东北部较淡冷。中南部是好天，明仔载拜六日是温度会回升，雨霾冻点。毋过要提醒乡亲，后礼拜一天气会转寒，而且会落雨。北部上低温，敢若11度至12度，天气变化较大，乡亲爱细致。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5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